欢迎来到关于家长和监护人如何访问 Skyward 的介绍。Skyward 是罗切斯特公立学校用来向家长提供学生信息的应用程序。家长可以更新信息，并随时了解您学生的情况。它还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的重要事件。家庭访问中有很多信息可用，其中一些内容包括在留言板的屏幕中。学校可以在其中为家庭提供信息、活动日历、成绩单、出勤率，甚至在许多站点还可以输入学生缺勤、学生信息、日程安排、会议注册、考试成绩、报告卡等等。因此，要登录，您需要通过 rochesterschools.org 以访问我们的网站。单击放大镜，然后单击 Skyward， 这将带您进入我们的登录屏幕，或者从我们网站的任何页面上，您可以滚动到最底部，在页角中您会看到 Skyward 的链接。当我们在网站上时，您可以使用它进入 Skyward 登录页面。在此告诉您，从家庭开始，您可以转到家庭工具包，在那里您可以找到 Skyward 的教程以及另一个家庭访问的连接。如果您点击 Skyward 的教程，您会看到一些简短的 Skyward 的视频，里面涵盖不同的可用区域与家庭访问，所以这只是能够让你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系统的另一种方式。然后在此指出，如果您在尝试访问家庭访问权限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麻烦，可以通过 rochesterschools.org 向 Skyward 的辅助功能发送电子邮件求助。屏幕上还有一些其他有用的连接，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登录页面。如果这是您第一次登录，请单击您电子邮件地址中的忘记密码连接，然后单击提交。我们的确需要在系统中为您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，因此会出现一条消息指出正在向您发送电子邮件，其中包括有关如何重置密码的信息。如果我们的系统中没有您的电子邮件地址，您将需要联系你的学校办公室。这就是电子邮件的用途，它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登录用户名以及重置密码的连接。所以在您完成之后，当您登录时，屏幕会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家里有多个学生，您可以使用下列列表选择一名学生，或者保留所有的学生。建议您首先访问你的账户，因为从这里您可以更改你的登录名，以便对你更方便使用。你输入你想要登录的地址和你刚刚创建的密码，然后点击保存，并且您也可以在这里更改您的密码。如果您愿意，您可以更改您的电话号码和一些其他的信息，包括你的家庭地址，也可以通过注册和记录更改。您可以在我们拥有的屏幕信息上看到这里关于您学生的信息。接下来
我们将讨论如何从您的手机访问 Skyward。您可以从 Apple Store 下载 Skyward 移动应用程序，然后在安装后单击设置，然后设置一个账户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照邮箱编码选择位置，然后输入你的邮政编码之一，例如55901，然后单击罗切斯特 ISD 535，这将是你的首选，是最好使用的方法啊。然后输入你刚刚创建的用户名，或者我们在电子邮件中发送给你的用户名，然后输入密码。当你输入这些内容后，请单击右上角的图标并保存。然后在您的手机上，它会要求您设置一个4位数的密码，这将使用您的手机变得更加容易。当您想要访问时，你无需输入用户名或者是密码，只需要输入4位数来自您手机的密码。以后当您进入系统时，它看起来会有些不一样，但是3条水平线会展开并打开菜单，然后您就可以从那里选择您想要进入的家庭访问区域、出勤或者是纪律一类的关于你孩子的学校记录信息。如果你单击带有红点的纸飞机图标，这将是应用程序中的一个小教程，它可以帮助你学习导航和理解移动应用程序的不同区域。所以这一个屏幕向您展示它在可用的不同区域中的大致外观。它是 Skyward 的精简版，因此没有那么多的信息，但你仍然可以使用移动应用程序获取关键的信息。这是从计算机上看到的样子，这样您就可以看到2种类型的屏幕之间的区别。现在我们将回到系统中，我们将向您展示不同区域的更多的详细的内容。如果我们回到主屏幕，这就是消息所在的位置，这是一个虚拟的账户，因此在这里没有任何学校的信息，但是从这个演示中，你会学习到怎样登录和使用 Skyward 去查看您孩子所在学校的信息。